呢個廚房設計，每次分享都好多人有興趣。為咗做 U 型廚房不壓迫，我特別做咗兩個深度不同嘅高櫃，靠出面嘅係雙面櫃，好多人中意。一邊深度11厘米，放細樽嘅調味料；另一邊做一整排電器櫃，櫃背只要留好插座位，煮飯拉出嚟都唔會影響炒菜。最勁係櫃門打開之後可以塞入櫃邊，唔會擋住出入。靠入邊嘅深櫃呢，深度60厘米，中間放電器，吊櫃布櫃門怕撞頭，做成上花門，下面全部做櫃桶，到而家都未裝滿。呢邊嘅台面為咗整潔，我喺地櫃留咗15厘米闊嘅空位，放小推車，正盤又大又闊，再加上好幾種雙層滑軌五金，切菜、洗菜、晾乾同時進行。正盤側面仲做咗下花門收納，裏面冇做底板，直接放個大垃圾桶入去，唔怕踢親。垃圾桶上面做咗個櫃桶，放垃圾袋同埋手套。左邊係煮食爐，常用嘅調味料就用磁吸架，隨手就拎得到；唔常用嘅就擺喺下面嘅櫃桶。吊櫃呢，其實好多人忽略咗常規吊櫃嘅高度，離台面太高，好難拎嘢。我嘅吊櫃離台面只有60厘米，一啲都唔壓迫，關鍵係做低少少，拎最下面2層嘅嘢，輕鬆拎到。偷偷話你知，記得吊櫃要做多幾去塊層板，開多幾個層板窿。廚房唔大，又想要好用，其實好難。睇完呢一條影片，希望對你哋有幫助啦。